馬其實咧天生出嚟係跑嘅，一隻好好嘅馬咧，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幾時跑得快，幾時跑慢啲。啱啱跑完嗰隻馬速度每一段有幾多秒，將我抄翻低記錄翻，晨操下佢有冇力啦，跑姿順唔順暢咯，換腳嗰次數適唔適當。我幾十年都係圍住隻馬。觀察記錄，在折返訓練場，和很多練馬師一樣，姚本輝的一天總是始於晨曦。每天4點起床，至8點晨操結束後，返回馬房的他會再次確認每匹賽駒的情況。馬兒雖沒有言語，但呼吸、身形每一處都藏着信息。嗰啲健康啊，腳步嘅問題啊，或者佢食成點樣啊，神態，我哋開唔開心啊咁或者要識馬啦，要好留心，好留意啲馬一舉一動啊，好多小節啊。無論喺佢任何一個情況，或者馬房裏邊啊，或者佢做運動啊，咁呢啲林林總總都係圍繞住你對匹馬嘅各方面嘅認知個認識啦嚇。姚本輝12歲與馬結緣，最初夢想成為騎師，而後因年齡、體重等因素轉行成為練馬師。雖少了馳騁賽場的刺激，但仍能與馬相伴的別樣體驗，讓他深耕至今。我本身都中意動物嘅。1、2歲到開始有我第一次接觸騎喺個馬背脊上面，咁個感覺好好。你睇跑馬一個人喺個馬背脊能夠跑得咁快啦，由你識騎馬好有代入感啦，唔識騎馬嘅就好羨慕啦。瞬息間喺你面前跑過，係好刺激嘅，好有動感，所以就覺得賽馬、騎馬帶俾我哋好多樂趣。馬雖不及人類複雜，但也有自己的脾氣性格。多年來，姚本輝成為了許多良居的伯樂。但再有天賦的馬兒，也必須經過訓練磨礪，才能從初出茅廬到一戰成名。我第一隻有成就感嘅馬係靚蝦王啦。佢未出咗之前咧，佢入閘有問題嘅。我出咗閘唔向前跑，翻轉頭，一出咗嚟翻轉頭，試過咁啊跌咗個騎師落嚟。試咗好多次閘，咁試到佢都好好狀態。另外再第二隻咧就係連華生輝啊，佢未出賽之前咧踩到釘，插得好深嘅，佢又含咗龍啊，又爛咗啊，又好多嘢，咁變咗當時咧好擔心。雖然佢未跑啦，即係覺得佢一匹都係一個可造之才嚟嘅。我同獸醫一路緊密合作，一路睇住佢啦。咁慢慢咧，佢出賽個時間咧就延遲咗成差唔多半年。咁結果佢一出賽出嚟，咁第一季都贏咗5場，好開心。覺得當初我揀中佢，能夠買到佢，係冇揀錯馬。天才，這是天才。經常是第一個去玩的，胃口特別好。有30年過，未有一隻馬能夠做到喺3個路程連續贏嘅。聰明嘅話咧，我哋幫佢係部分嘅啫，係咪？最主要係佢自己嘅問題。馬住大部分都係比較鬥心嘅馬，咁所以咧睇輸贏咧都係比較平常心啲，又要天時地利人和。今年係馬年喎，咁我希望啲馬做好啲啦，希望成績好啲啦，能夠一路好有健康咁繼續一路跑啊！入行50餘載，這是姚本輝的第5個馬年。在他看來，賽馬能在疾馳中展現力量，也能在傷痛中重振旗鼓，骨子裡有股不服輸的韌勁兒。展望新歲，他仍將與馬相伴，奔騰進取，一往無前。一個老師傅同我講過，就馬係做到老學到老，不斷有啲新嘅嘢出現，馬俾你一個睇法啊，係不斷喺度改變嘅。我仲有幾年退休噶啦，我希望再一次揾到隻帶嚟好多驚喜嘅馬，去唔同嘅地方參賽比賽啦。由初初個馬年到由第一個開始到目前依家都係一路見到多方面進步。我希望即係每年比一年比你好，帶到另外一個水平嚟。我喺個國際賽事裏邊啊，大家知道喺香港馬會能國際上嘅地位咧，就再更加
高一個水準。